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1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读台语文第4篇，标题叫做《画中奇缘》。这篇文章同款是玻璃的叶先生所写的。伊讲伊专工写这篇文章，就是要互小张来读互大家听。安尼看有捧场啊无？咱即马就来欣赏叶先生的文笔。迄一暝伫精舍拄着你，互我感觉惊疑，毋捌见过面，却想画出你的形影，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缘啦！我确定我真清醒，毋是伫喊面。虽然你毋是生做真影目，也毋过看起来清秀，阁有气质，我是愈看愈介意，这就是人讲的深缘啦。这2-3个月的逐礼拜拜三的暗头啊，我会提早到位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阁见到你，加看几摆。但是这个场合无适合伫遮交朋友，想要甲你讲几句，都无机会。连你号做啥物名，拢毋知影。逐摆等到下课了后，你虽无看到人，逐摆下课踏出精舍，是要去倒找人。人讲萍水相逢，就是安尼。到尾啊，你也是消失去。这篇文章拢总246字，我干那一个感想：咱这位叶先生应该是感情真丰富的人，感情丰富的人才有法度写出来这款的文章。咱即马来讲第一个注解，这个精舍就是在家居士先修的所在。伫第4项内底有2个注解爱来讨论。先来讲第2个，叶先生无写中友的这字册，是因为这字册为酒解呀。叶先生调工写这字中心的册，就是要强调内心的清醒，甲酒无关系。第3个注解，汉民嘛会使讲做梦，嘛会使讲眠梦，拢会使。伫第5项内底，生做真影目，这个影目就是生做好看，引起人的注意的意思。过来，伫第7项内底，咱先来讲这字假。假贪也，所谓介意，就是因为加加减减有一寡贪念。伫第9项内底，到位，这字到有无共款的读音，在此读作到。伫第10项内底有2个注解爱来讨论。先来讲第7个注解，这字在此读作过。第8个注解，这字到伫这个所在都有无共款的读音，都爱读作着。伫第12项内底，想要甲你讲几句，都无机会。这字多伫中文内底读作多，2个音真相像。过来，伫第17项内底，虽无看到人，这字到在此共款读作着。注解就讲到这。再次感谢叶先生甲咱写这篇遮好的文章。针对今日的文章甲内容，若有更较好的意见，欢迎各位留言指教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会使甲你挂保证，我绝对袂甲你的留言删除，更较袂甲你封锁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